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3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中共雄雄宣布，这2天要为台军演，讲是要停解台独，再起后中国海警船离到限制水域，军舰接近，总互咱赶走。该去国会法案拜五要继续审，国民党立委昨已经去到议场外口排队，连外民间团体也申请着路权，号召民众继续抗议。第二日台中捷运亚岛乱台嫌犯已经放收押，也来台北捷运，昨夜一个查甫人伫咧车厢内面乞来打，引起众人的惊吓。总统赖清德5日狂都就职，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今仔日就用停解台独名义，宣布这2天要伫咧台湾附近海峡进行军演。这演习的地点会包含全台湾含离岛、金门、马祖海峡。总统赖清德下晡去视察海军陆战队666旅，陪同做伙去的国防部长顾立雄就表示，早起因有开会，而且成立应变中心。总统府也发出声明，针对中国单方面这款起无抗的行为表示遗憾，也强调国安团队和国军拢有掌握，是有在调守护国家安全，请民众放心。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 演习。总统赖清德5日控制拄啊就职3天，中国不管美方的要求，也是相关台海紧张局势。共军东部战区宣布23、24伫台湾甲金马周边展开军演。共军强调是要停解台独，演习区域挖近24海里的所在，挑战意识正重。咱国军甲海巡往那做出反制，有造成事端，增加维安及误判风险。请你立即调整航向。海巡宜兰南伫偏加苏西北风24海里，公布赶走共军，亦用好飞弹护卫舰。咱海军班超军舰嘛，监控共军小型舰伫台海附近出现。不过，除了共舰，中国海警船往那出动。中国海警14607、14509。23早起，海巡伫东引乌丘监控到中国海警船进入限制水域，随赶走。这是中国海警5月第7届故意航入咱国离岛水域，毋但海面有兵力应对，空军新德基地的幻想战机往挂飞弹升空。面对中共雄雄展开围台军演，共军海警总出动，国防部毋但发布影片，强调咱方避战无求战，应战袂闪战，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由民主，捍卫中华民国主权。马临时召开记者会，说明共军演习的状况。作战舰系派遣了15艘，海警船16艘，空中兵力的部分为33架进入我应变区。那目前相关的海空活动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吁请国人不要误信了中共的认知作战，也不要转传中共希望在我们国内各社群媒体群组传散的这些讯息。总统怎么看中共大众联合军演？会不会是针对你的就职演说呢？总统赖清德23视察海军陆战队66旅，视导实体军备加刺针飞弹设备。面对围台军演无做回应，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已经成立应变中心。我们成立应变中心。总统府表示，遗憾看到中国用军事挑战行为威胁台湾民主自由加区域和平稳定的现况。国安团队加国军有信心、有能力守护国家安全，请国人放心。外交部呼吁中方行为爱理性，停止单方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要加力量瓦紧的友伴，强化合作关系，共同确保台海的现状。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解放军要军演，搁甲台湾围起来，引起国际关注。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就表示，会和美国也有其他盟国做伙来向中国表达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也那美军印太副司令也证实，解放军去年捌有入侵台湾的演习，演练封锁台湾的海空域、登陆，也有反作战等等内容。也强调，这中国真正的攻击行动，唔是正赶紧的，也唔是无法度避免的。秋雨东引岛周边，共军搁再宣布伫台海周边举行2天的宽大军演，附近的日本政府虽表达关心。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の重要性について、引き続き中国側に直接しっかりと伝えるとともに、米国をはじめとする同盟国、同志国と緊密に連携しながら、各国共通の立場として明確に発信を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ります。有专家认为，为这届军演的范围甲内容研判伫演练武力反台作战的各阶段场景。美军自印太高级将领证实，共军去年就捌进行侵台演习。The PLA continues to exercise critical elements of potential military invasion of Taiwan. Last year, they simulated a maritime and air blockade of the island.
Subsequent exercises in this past year featured amphibious assault and counter intervention operations. 美军印太副司令指出，需要认真看待习近平下令强军在2027年前做好攻台的准备。不过，伊嘛强调，真正的攻击行动不是随便拍，也是无法度避免。搁再声明，在印太地区的冲突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是倒影台头一场行政议会透早 AIT 处长孙晓雅甲 AIT 主席罗森伯格罕见出现伫行政院，停留稍了1点钟引起关心。他们原本就有旧式的纪连城政委这个做拜会，并且来恭喜他。开院会之前，他们就已经结束了拜会，并且离开了行政院。在期间呢，并未与卓荣泰院长会面。行政院是表示 ，AIT 官员是拜会老朋友，捌担任陆军副司令的政委员桂连成无参加行政议会。外界讲，单位应该有牵涉到美方关心的全面防卫议题。面对强军对台军演，利空消息，互台股早盘擘大落，暗过随道回稳，靠台积电甲电子族群跌动盘，盘中指数上悬来到21,668点，隔壁是以21,607点收盘，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纪录。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国会这款法案明仔也就是拜五要继续审嘛。这国民党立委昨暗已经伫咧议场头前排队，也若抗议不受民主的民间团体已经申请到附近路权，会搁再呼召民众上街头抗议。另外，总统去到立法院国情报告，就爱随问随答，这是进程已经自动通过。民进党团出来要提出释宪，总调郭建明也讲，伫咧符合宪法进程，总统赖清德应该袂去立法院国情报告。委员会加入国民党的那个一起轮班嘛，因为又为了明天。我们可能党团要先讨论一下。民众党团总调毋过冲23透早到议场前关心透明轮班排队的国民党立委，因为立法院拜五有国会这款法案第3届大战。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讲，家己有接到线报，指控民进党党员误导，要对那边立委不利。我们要求行政署要全程保护52席所有在党的立委人身的安全。大家可以想想看看，吴思瑶我跟傅昆萁总召，谁看起来比较像黑道？民进党团讲，鲍坤基的讲法是无影无正，不过立法院进行集合抗议国会南权的民团已经申请到周围的路权，要招民众搁再上街头。不过，民众党团先开记者会，驳回相关的法案并无扩权。台湾的国会这一次只是希望拿回本来残破不堪、根本不完备的调查权，其他的国家比我们大很多。若被党团提案，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爱随问随答，进程已经2套表决通过，和民进党团质疑违反宪法。总调郭建明表示，说来会对法案提出释宪，在符合宪法进程，赖清德应该未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这个讲法引起在野党的批评。他说假的呢？赖清德到现在为止，对在野党摆出一副这么高傲、骄傲的一个态度，朝野怎么可以和解？到目前为止，他所回应只有一种，只有在合法合宪底下，他一定会乐意来。我不能代表赖总统回答任何问题，但是我相信赖总统他是宪法守护神，他自有他的判断与抉择。郭建明指出，赖清德为选情到上任，拢讲合法合宪，就会到立法院国情报告，尊重赖总统最后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前几天，台中一有人发生一攻击事件，姓洪嫌犯即马是依照杀人未遂顶罪上班。法院认定伊犯案的时阵心智是正常状态，已经裁定羁押。也若针对着伊的犯罪动机，警方认为伊是随机犯案。伫咧台中一运举刀啊，黑白扑的姓洪的嫌犯，互警方依照杀人未遂等等的罪嫌来移送。经过检方复审了后，认定伊犯案的时阵甲犯案了后，拢心智正常，而且有可能会搁再犯，所以向法院来申请羁押。台中地方法院审问了后，裁定羁押，无禁止接见也是通信。有逃亡之余，另一被告于犯案过程中随机杀人行为，亦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权衡本案对社会治安危害甚巨，本院法官认确有羁押之必要。检方指出，比对相关的事情，就医甲用药的记录，佮考虑到嫌犯是事先就甲刀啊买好，早去台中大旅馆等等的行为，佮再加上嫌犯伫咧对答的时阵，拢未讲话无对同，所以认定伊犯案的时阵心智正常。因若收押伫咧看守所的头一天，所方表示嫌犯的情绪无稳定，嘛无啥愿意配合。譬如说要做身体检查，
他可能会觉得怎么会是这样的检查这样子，所以等于说在整个一下子就引起情绪上的一个抗拒，那当然就会有比较多的不作为。针对有风声咧传讲嫌犯是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才会选伫咧台中犯案，希望会当引起关注。台中市警察局长李文忠伫咧议会质询的时阵，嘛搁再强调嫌犯是随机犯案。根据6分局讯问的结果并没有所谓政治的因素在里面啊，没有这个部分，没有这一方面的因素。它是随机，是随机。他是随意的挑选。是。因那2个去互嫌犯抬着伤的民众，目前拢住伫咧一般的病房，状况拢正稳定，正在恢复当中。伤口没有感染，那最主要的是目前是伤口疼痛。疼痛的话，目前就是用止痛药来帮助他们减缓疼痛。一切目前伤势是稳定恢复中。院方表示，28岁姓柯的查甫人主要是伤到面，恢复的状况是真好。另外一位17岁姓卢的查甫囡仔，按算爱1礼拜后才会当评估，敢会当出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捷运进前呢有人行倒伫顶头写的讯，想袂到昨呢有一个查甫人伫车厢内面乞赖打，警方追查了后发现讲伊是无甲物件点倒，不过这个查甫人伊是8岁讲要出去食薰，才会摕赖打出来乞。事实上，照规定身躯顶是会当炸赖打的，但是伫咧车厢内面袂当使用。你刚才拿打火机要做什么？这里面捷运站不能抽烟呢。穿条纹顶冠衫的查甫人行出月台了后，随风拦查。原来几分钟前，伊的奇怪行为，互公车的乘客真紧张。各大社群媒体拢有发文提醒坐帮南线一定要注意安全。网友讲，这个查甫人伫日暗时9点外是出现伫个中校敦化站，入去车厢了后，就一直伫遐点赖打。虽然讲无火，但是一直有点火的声。市区内的民众发现伊真奇怪，拢较紧换去别个车厢。敢若查甫人的头前有一个查某乘客无去注意，三角佫差一点互赖打用着。发文的民众走过去甲提醒，佫甲人诱去隔壁车厢。这个查甫人煞额头目睭一直青，就对因行过去。这时阵拄好捷运到站啊，这查甫人就倒车。网友看伊离开啊，就较紧通报站务员。捷请接获旅客反映后，立即前往处理。经上前询问，男子表示是要自出口抽烟，所以将打火机拿在手上。警方接到通报，就伫咧中校服刑站找到人，就算早赖打无违法，但是台北捷运回应讲，车厢内禁止使用，若是行为是严重妨碍行车，还是别人的安全，会当照台中捷运法上悬罚100万。没有看到出比较严重的状况前，也不会怎么样，可能还是观察一下。还是会觉得有点危险吧，可能还是远离一下比较好。台中捷运才发现随机降坡的案件，即马台北捷运嘛有状况，一寡民众坐车难免是搁较细致。其实捷运即种互人惊吓的案件过去是不时会出现，捌有人摕环球仔水是哪行哪钻，嘛有人伫车厢甲佚佗穿摕出来，互乘客到站了后是惊甲世界撞。伫捷运甲刀仔摕出来的情形嘛一直发生，捷运的安全是应该安怎强化？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先前过滤嘛，所以任何人都有可能带一个武器。如果可能的话，你可能每个车厢都要有人去巡啊。台北捷运有规定危险物是袂当走去伫车顶，但是民众只要藏伫咧卡网内面，警察嘛讲无啥有法度发现，讲莫讲这物件根本就无伫咧管制名单内面。捷运安全的管控到底安怎才会当完全防护？莫互这种事件搁再发生，嘛得考验相关单位。记者综合报道。对家人某病院逃走出来性感的受监护处分人，逃亡到第4天，昨暗伫咧新北市新庄，互警方抓到。即马家人的警方就方质疑讲，为什么无法度随来通知上北呢？警方今仔日也配会，讲是病院延误通报等等的原因，才无法度随来甲人通知的。家人市长谢国良也讲会追究病院的责任。行政署长张永兴也承认家人的警方确实有缺失。这几天有伤害别人吗？面对问题，伊是一句话就来讲，这个性感的查甫人为家人的病院逃走了后，逃亡的第4天，伊要去到新北市新庄，靠做山岗维持生活。日暗时7点半出去倒粪扫，抓互当场撞到。检姓男子涉及脱逃罪部分，基隆地检署已经分案侦办中。若发现有人为涉及故意或帮助脱逃，本署亦会全力侦办。这个性感的歹徒，伊犯杀人未遂罪。被判刑定刑，受监护的处分。伊讲，因为病院环境互伊记载袂牢，才会逃走。而且第迄天，伊就下关市去到台北，隔两天走去新北。毋过家人警方过几啊天才通报上北，掌握行踪的速度上慢，警方办案感受疏失。基隆在侦办这个案件的时候，
台北市是在2天之后才接到这个通知呢。那在这个时间上是确实有点慢了一点。医院的通报有速度缓慢的问题，那这一点我们感到抱歉，也交代了卫生局要把所有的事实调查清楚。原来为病院这边开始都有延误通报的情形，但是发生过5点钟，警方才接到通报，派人去找。基隆市长陈国良表示，会追究病院的责任甲处分，嘛会加速汰换监视器。23才新上任的警政署长张永新相信警方通报有延误，会检讨甲改进。不过，这个查甫人行踪是真歹掌握，若是因为通报伤慢，伊嘛几下甲换衫变装。警方嘛讲，伊从沙无藏导盲的路线，互掠人是变甲更加困难。你从画面中不容易判断出他到底的走向的方向跟模式啦。所以说我才说，我们这次专案小组到我们昨天结束要破的时候，我们连水都舍不得喝。新北警察全力抓人，靠应干小队立大功，甲时间招标，预判可能逃亡的路线，总算有顺利抓到人。这个查甫人归案，会改送高雄专职病院来监护。这个事件嘛，总算告一段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永康有一间私立的幼稚园爆出体罚事件，教育局介入调查了后，发现讲有2名教保员伫2礼拜内，甲12个囡仔扒头、饲物件拢用惯的，总共有81届，认为情形重大，裁定这2个人规世人拢袂当做教保员，而且拢甲因2个人罚60万，业者也爱罚6万块。带着镜头之后就开始拍。 2礼拜前，民代真生气，得质询教育局，因为接到家长的陈情，台南永康一间私立的幼稚园是涉嫌不当管教。没想到教育局介入调查了后，竟然发现讲，敢若4月2礼拜内，2个教保员就对12个细汉囡仔做出拢总81摆不当管教和体罚。不当的这个管教甚至体罚，我们是绝对不能容忍。所以昨天，我们召开了调查之后的认定委员会，那裁定呢，这2位行为人呢，终身。这个不得担任教育人员。教育局调查确认讲，2个教保员捌对细汉囡仔做出包括拍头、拍面和强灌因食物件这行为，算是情节真重大的连续性体罚。日是裁定2个人终身袂当阁做教保员，而且分别重罚60万。但是民众感觉安尼嘛是伤轻。 我觉得应该还是要有判刑，就是入监或什么。若是教保员防法，市府嘛对管理不当的幼稚园编发负责人上悬6万，而且主动移送地检署来侦办。面对裁处，业者是无愿意回应。人本基金会是建议政府会当学澳洲来建立儿童工作认证制度，替教保品质来把关。这个工作证不只是看他有没有前科，看他有没有违反一些儿少的身心虐待的一个记录之外。 它其实还包含了更多，你要对幼儿的身心发展有一定的认知等等，所有的雇主都有义务要去查核。原本是肯定台南市政府的动法，也提起讲应该监督司法的幼稚园，避免再发生这种事件。教育局表示讲，查处完成了后，会公布幼稚园的名，方便家长查询，嘛提起业者爱负正向管教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高雄市的社会主体凯旋情书，去年7月开放予民众去说，不过待伫遐也未到1年的时间，社会主体算是问题了了。除了厝的漏水，即摆也有民众反映讲，因为这烟雾感应器伤过敏感，若准煮饭洗身躯水烟伤过大就会干，连洗身躯洗一个伤过芳也会哀。住户反映规半年，市政府拢无去改善。 火灾警报一直响，过1阵仔才停。高雄这间上新的社会主体，因为警报器伤过敏感，毋若煮饭有油烟会响。大楼进前有公告，讲侦测烟的警报会响，是因为洗身液伤芳，这互住户感觉真无奈。住户表示讲，警报1个月会响2-3摆，上惊讲若真正有火烧，大家煞毋知影爱倒生。这些沐浴乳太香啊，怎么合理吗？ 当然是不合理呀、消防车有来，然后之后就是频率蛮多的，可是它都很快就会结束了。留那个黄黄的，阮是用面纸去给它擦，袂臭啦。啊，尾是惊讲迄是啥物回路。
即间凯旋青树旧年完工了后，3500几户申请，敢若7%抽会到。毋过大无一档，议员批评问题一大堆，住户反映当外，市府拢无改善。亲像火灾警报咧叫，物业公司无法度连面禁掉，抑阁有便所排水设计了无好，水会溢出来，嘛爱住户家己处理。干湿分离，但是洗身躯洗的吼嘛，无到3分钟，水就会规个拢流出来。啊，像这款的问题，其实咱的这个都发局拖了要一档啊。近期也将邀集这个消防局跟消防设备施工会来协助进行这个社区全面的这个消防检测。其实，这栋大楼今年4月捌出现大火的时阵，住户爬楼梯也爱行雨伞的状况，目前拢总有241户。都发局表示讲，未来可聘物业公司改善硬体设备。议员是建议市府爱成立大楼管理委员会，定期开会，才会当知影住户的心声。记者张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长期伫咧关注情况议题，伫咧做儿童剧场的罗里亚剧团，今年8月也要针对11岁到15岁囡仔推出人权历史夏令营，要带囡仔做伙去到国家人权博物馆，也有国家档案局这个所在听导览，也要用讲故事、听人权音乐，足侪无共款的方式，和囡仔做伙来明白台湾的民主，也有人权议题。有人讲伊爱食咖啡，有人讲伊电脑拍字者，毋是电脑，是用拍字机。也对带囡仔参观展览用基金会，看当年内容自焚的现场，了解台湾追求言论自由的故事。这是罗里亚剧团去年办的营队，原来今年暑假因原来要为囡仔办人权历史夏令营。这班阮想要讲更较侪台湾人物的故事，也是讲民主的过程，希望吼较大汉的囡仔会当思考，去甲共年岁人交朋友，做伙讨论安尼。罗里亚剧团今年暑假打算要带囡仔做伙去国家人权博物馆、国家档案局等听导览，嘛透过绘本、音乐、各有戏剧的方式，带囡仔了解地方文史、白色恐怖和民主发展的过程所发生的侪人权的故事。阮会带因去足侪无共款的所在，头拄仔已经有讲嘛，过来就是阮嘛有找我有一个好歌手的朋友，迄个时阵因为伊常常用人权。放伫伊的作品内底，我嘛请因来现场，甲大家分享讲伊是安怎思考。目前团队也长地讨论活动实际要安怎进行，希望夏令营毋是干那趣味就好。因认为10外岁的囡仔已经拢有法度参与深度的思考活动啊。今年人权历史夏令营打算要邀请11至15岁的囡仔做伙来参加，希望和囡仔做伙来认识台湾的民主和人权议题。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以巴冲突到当时也未结束。不过，挪威、爱尔兰和西班牙伫支持着表示，因要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以色列是真无欢喜，随调回伫这3个国家的大赛。另外，去年10月初7去互哈马斯掠去的7名以色列女兵家属，今麦也公开因的影像，民众是要求总理纳坦雅胡赶紧把人质救倒回来。يا كلاب والله لا ندعس عليكم يا كلاب ولك اخواتنا ماتوا من وراكم وانا لم اخذكم كلكم 几个互哈马斯辅导的以色列查某兵的家属，日是公布人质的影像，呼吁政府要赶紧想办法，互因会当转来。影片内面是出现7个互辅导的查某兵，因双手拢互绑在后壁，面和身躯拢有血，不时互哈马斯骂和驾驶，处境是真危险。这段影片上开始是哈马斯发布的，以色列军方有假过，已经摆在上互人惊到的画面。影片翕了已经经过200多天，7个查某兵，1个人红救转来，1个无命，还有5个人唔知影是生还是死。总理纳坦雅胡坚持要战斗到消灭哈马斯，人质的家属是烦恼亲人无法度活到迄当中，女性有可能受到性暴力。因日在耶路撒冷和泰拉维夫各一摆举行抗议活动，甲政府施压，希望政府甲救人的代志做上大声。像是爱尔兰、挪威和西班牙3国，日是宣布讲会伫2月正式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这是3国伫协商了后做伙做的决定，希望互以巴问题会当对2国解决的方案去推进。这个宣誓虽然讲互人真意外，但是一寡欧盟国家几礼拜来是一直在讨论承认巴勒斯坦的可能性。
3 is still relatively few in number. Nothing will change today or tomorrow, but it could be significant if this starts a trend and if more states were to follow in the coming days, weeks and months. 巴勒斯坦对这3国的决定是表示欢迎，以色列是随调回驻3国的大使。当面承认巴勒斯坦就是鼓励含送礼物和恐怖主义。目前联合国193个国家内面有143国是承认巴勒斯坦，比例已经超过2/3。公司新闻市会长编译。对4月底开始，美国小连续有真侪天灾，伫当地时间之一，有加利亚风去吞踏中西部的各州，其中爱荷华州的小镇格林菲德，真侪真家厝拢互这加利亚风扫了了。目前有5个人死亡，几60人受伤。为无人机翕的画面，会当看到人口2000人左右的小镇格林菲德，差不多已经无完整的厝体，一寡活动式的厝，抑个差厝，都那亲像强崩过共款，规个拢变平地。民众在后关灯厝内，敢会当勉强找一寡也会当炸走的物件。It's still a search and rescue, and s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monitor the area. 因为社区唯一一间病院嘛是共款，救援单位临时借用一间中学，也会当用的校舍来做临时救护站。针对伤病患做基本的医疗处理。The school is also kind of our makeshift hospital, just for any triage, anybody that might get hurt during our search and rescue or cleanup efforts as well. So, and basically that's just going to be a transition from their initial care, and we got buses stationed there that will transport them to a critical care facility or another hospital. 最伤受灾唔那爱荷华州附近的堪萨斯州、奥克拉荷马州，也有更较北边的伊利诺州，拢传出灾情。科罗拉多州阁出现棒球大细的冰雹。根据美国海洋甲大气总署的分析，强风灾情为南部的德州一路向北，横扫中西部了后，阁向大湖区过去，影响范围差不多涵过美国半个本土。啊，不过当地属 CBS 电视网的电视台 WTX 伫上新的报道指出，因为气象预报单位伫进前就发出强风警报，所以广陵风来进前，大部分的民众拢有够的时间避难。属伫2024年广陵风季节，相关的死亡人数比起往年有减少，其中一半以上拢是住伫活动厝还是组合厝，这种厝袂当强风吹，较会倒去造成伤亡。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有一只对杜拜要飞去印度名马的阿联酋飞行机，拜一暗要下来时阵，却去弄到一阵飞伫半空中的红号。飞行机是真平安，不过有居民表示讲，有红号落落来，上无有39只航龙死。环保人士就批评讲，这就是因为城市过度开发，致使红号改变飞路线，才会去互飞行机弄死。这间一家厝的天棚是破一孔真大孔，还有一只红号倒伫阳台顶悬袂顶袂动。印度金融大城明马发生袂少红号去互弄死的事件。一只载300外的乘客为杜拜起飞阿联酋航班，20暗时要伫咧明马降落的时阵，去弄到红号，尾仔飞行机有平安降落。不过为8月半暝开始，都小连续有居民通报有红号死伫路面。As per Forest Department 39 की जानकारी मिली है। क्या जानकारी आपको क्या पता है? यहाँ पे स्थानिक प्रतिनिधि ने फोन करके बताया था कि यहाँ पे फ्लेमिंगो गिरा है, तो इमीडिएटली हमारे SWM डिपार्टमेंट के अधिकारी यहाँ पे पहुंचे, उन्होंने देख लिया, इमीडिएटली पुलिस डिपार्टमेंट को इन्फॉर्म कर दिया और एक साथ सभी मिलकर यहाँ पे कार्रवाई हुई है। 阿联酋航空表示，因伫降落的时阵拄着鸟仔，会配合明马政府的调查。红号每一年11月份左右会迁徙去明马。在当地南地停几个月，这红号组织做伙的美景是明马人上界期待景象之一。即晚传出弄到红号的意外，居民拢惊一跳。也若环保人士认为讲，明马过度开发，即晚四界拢是电缆线，才会致使红号飞去保护区的时阵，国不离将大爱改变路线，才会去互飞行机弄到。因即晚烦恼讲有另外一个机场当地起，地点就伫红号的生态地附近。这个机场完工了后，会搁较侪有飞行机起落，可能会致使搁较侪红号去互弄死的意外。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中国历史天安门事件到今是35周年啊！民间的 NGO 团体今年同款是搁再用一摆以历史做主题举办展览甲暗会。今年唔但要关心天安门事件，也要探讨香港这几年失去民主的变化，甚至是中国霸权扩张的情形。
一个主动战车继续驶的坦克人相片，互艺术家用鲜白的色水重新呈现。今年6月初4是64天安门事件35周年，这个关心人权的 NGO 团体举办展览，还有纪念晚会，让世界关注人权议题。64呢，早就走出从单纯关心中国民主的问题，从那个民族主义的角度我们早就摆脱了这个枷锁或者这个窠臼。我们现在是从普世价值，然后邀请全球关心中国霸权扩张的所有的人民、民族和公民团体，共同到我们的自由广场，到自由的台湾，共同来维护人类这个拼搏几个世纪以来的普世价值。这个当咧中正纪念堂举办的64天安门事件35周年的艺术展览，收集台湾、中国、香港等等来自世界各地18个艺术家的作品，有画作、影像，各批评中国伫64天安门发动镇压的铁路条这款雕刻品。讨论的议题也为64天安门出发，延伸到香港反国安法这款人权运动，以多元的手法讨论各款人权议题。在香港回归之后，在大陆政权之下所受到的现况，以及他们过去曾经发生的过事情，以及现在我们台湾经历了转型正义，然后以及做到的事情，透过艺术家比较敏锐的观察度，他可以去将一些作品、一些当下事件的一些情绪，或是藉由他们的行动所表达出来。另外，今年64事件35周年，这个民间团体6月初4会伫自由广场做伙举办纪念晚会。为东港下晡2点开始，会有民主基地的电影放映、民主市集、摆蜡烛这个活动，要纪念这段重要的历史。记者郭李玉凯台北报道。中国解放军强强要包围台湾军事演练，即马金门含宜兰的渔民也拢开始伫咧烦恼讲，出海掠鱼敢会受到影响。国防部副部长毕鸿飞也直接讲，中共就是麻烦的制造者。事实上，加上即届解放军已经有3届围台军演咯。学者分析讲，即届解放军特别加入外岛封锁作战，要演练武力犯台作战的各种阶段，台湾也着爱注意中国解放军的动作。中国军方向宣布宽大军演，范围包括离岛、金门、马祖，也若金门甲宜兰等等的渔民出海掠鱼是拢提悬警觉。伊讲要跟针对船是较无可能啦，但是伊可能是无目睭的，咱来闪，尽量闪啦，就尽量闪。发现异常，比如说有大型的船舰，或者是大批的渔船集结，要及时的回报。央视公布军演的画面，解放军的军舰甲战机海空演习，伫解放军甲火箭军支援暗号，都机型编组挂在实弹，背起预定的空隙。建立几个打击定位，要来吓惊台湾。咱国防部唔来直接甲抢倒转去，嘛讲明中国军方的意图。他就是要达到他所谓的地区上认为他们有主控权，那这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我们绝对不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今天的麻烦制造者就是中共。中国已经唔是头一届用宽大军演来对台湾施压。2022年8月份，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2023年4月，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也有即届总统赖清德5日控就职了后3天，解放军拢进行宽大军演。有学者分析，甲之前2届无共款，这一届中国军方可能以武力犯台作战各阶段当作场景的演习，包括外岛防空作战、其他岛屿突击作战。蛮类似全面大规模入侵的可能的假想太一样的一种演习，所以它包括可能会需要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制电池权，甚至制太空权。也没有开设禁航区。那至于后续是不是会实施火箭军的实弹射击等相关的演习的动作，本部都持续在密切掌握当中。国防部表示，目前中国军方在台海附近海空演习，也无发现有发射实弹的情形。而且中国海警船在军演进前，都已经在相关的海域进行因地形成的活动，各军拢有掌握。目前外岛防区战备也是依次常态运作。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故宫博物院北部园区，今早起11点外，熊熊熄电15分钟。考虑到这文物也个民众安全，故宫随提超光的设备，也甲民众疏开。确定无问题了后，11点45分，搁再开放民众入场。台电有去调查，是因为这树林区当咧做地下水道的工程，甲这电线乌断去，才会害故宫熄电。济来参观的民众，伫故宫展示区开放了后，重新搁入场。因为差不多20分钟进前，也就是早起11点22分，故宫的展示区发生规区停电。考虑文物甲民众的安全，故宫虽提供照明的设备，请民众免惊吓，照指示赶紧疏开，嘛启动安全的机制，备用系统伫1分钟内随接起来，确保文物安全无问题。因为故宫的展柜跟我们整个展场的环境，事实上在温湿度的这个衰变之下的时间，大概都在几个小时啦。保持一定的水准的时候，实际上在1分钟之内，我们的紧急备用电源就已经供应上了。故宫强调讲，在停电的情形之下，故宫的系统以电视规个无同，要适当在几个点钟内保持同款的温度甲湿度的环境，而且恢复供电了后，重新做检查，文物并无问题。若机电设备敢有受损，嘛强调最近会做更较详细的检查，确保文物甲电视场的安全。因为台北市政府的这个地下水道工程挖断了我们的输电线路了，造成了士林区大概有12000户的停电，台电立即处理，大概2分钟内就复电。针对故宫为早起11点22分至37分熄电，了后伫11点46分恢复民众重新入场。台电调查了后表示，因为台北市府伫树林福林路迄块地啊做地下水道的工程，加上电线路乌歹去，地区包括故宫在内差不多12000户停电。紧急处理了后，伫2分钟内已经恢复供电。记者综合报道。咱正做劳工，一定爱关心到咱家己劳工的权益。不过，外界上界烦恼的就是这劳保基金敢会破产咧。新的劳动部长何培山今日嘛表明讲，只要有政府伫咧，这劳保就袂倒。也强调这劳保基金政府目前拢有伫咧拨补，劳保年金的改革一直拢有伫咧做。劳保基金当时的改革，各界拢真关注，因为这条基金伫2028年就会用了。新的劳动部长何培山23头一届去立法院维权委员会报告甲备询，针对劳团建议甲拨补入法，伊强调讲，这已经做4年啊，即马劳保财务相对稳定，无破产的问题。对劳保进行挹注跟拨补，这就是我们所谓拨补入法中的政府负最终支付责任的改革，也已经这样做4年了。现在劳保基金水位来到新高，9941亿。立委质询的时阵，何培山强调讲，会持续稳定劳保的财务，加做第一要紧施政的工作。嘛强调讲，一定会持续拨补，以未比应过拨补的金额1200亿较低为原则。不过立委批评讲，拨补敢若是治标无治本。跟委员报告，就是拨补就是改革。部长必须纠正你一下，拨补不是改革。好，如果拨补是改革的话，我觉得军公教就用拨补就好了。拨补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何培山捌做行政院副秘书长，行政院2届修劳基法，去劳团看作是2届修法，而且是愈修愈倒退。立委嘛提出质疑。我相信劳工仍然是你心中最软的一块啦，并没有修恶，我们只是让它有弹性。经过修法后，大家已经运作6年了，事实上也运作得很好。那么我们的经济到现在才可以这么创新高。那边立委拢出招，另外立委是希望何培山在推动中高龄甲妇女2度就业，会当更加积极咧。何培山强调讲，会持续推动家庭照顾留职停薪、甲育婴留职停薪等等的政策，消除因的压力，或者疲劳动力会当重新进入工课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天天气是较无稳定，不过明仔载这方面就大大离开台湾。中央气象署就估计讲，对即马到礼拜雨水会大大减少。另外，即马伫咧菲律宾东南海峡有今年头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未来2天内将有可能结做今年头一粒的风台。不过气象署也预告讲，这粒风台对台湾影响不大。这几天台北市落乌阴天，伫下班时间就开始落雷公雨。那上下班的人受影响，拜二伫立法院4颗围抗议的民众也压甲淡高高。拜五立法院搁在表决，可能搁有民众行上街头。气象署表示，
方面已经豆豆离开，为即马开始到礼拜雨势会等好。明后2天主要都是锋面的远离，不过都还是有些水汽在通过，特别在中部以北地区都还是有些不定时的间歇雨势哦。不过午后的雨势还是比较明显一点，各地都还是有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在明天，在西半部的山区以及东北部地区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而到礼拜天，天气上会稍微比较稳定一点。另外，目前伫菲律宾东南边海域有今年第1个热带性低气压，伫未来24至48点钟内，可能会结做今年头一个风台。估计刷落来会往西北方向，沿菲律宾理想岛上北，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大约是以西北方向贴着吕宋岛，之后转为东北方向，朝向琉球海面前进。对于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要留意，在它北上的过程中，预计在下周1、周2，台湾可能会有东半部地区是有一些长浪发生的机会。虽然风台对台湾影响不大，但是气象署提醒民众，后礼拜有另外一波风面挖进台湾。后礼拜1开始，各地都有西北风；后礼拜2、拜3影响上明显。那各地拢有阵雨、雷公雨，西北部可能达到大水雨战急，要注意雨水可能露出灾情。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读册时阵带学寮，甚至有个人伫外口细厝，这拢是做学生时代上界珍贵记忆。即马教育部要推动新宿舍计划2.0有关补助，要来改善学生宿舍的品质。不过，技术团体和学者就指出讲，用申请数量去推算，颠倒看不出来实际的需求数量。台师大伫公馆校区起学生第2宿舍开17月，2012年7月份落成了后。大小率为65%提升到95%，因为教育部2019年开始推动新宿舍的计划，2022年得到核定1亿7千万的补助。不过对大学这边来讲，政府认定学生宿舍是自强性的项目，未补助营建工程或者是业务费，若要新起甲改建是真困难。希望这个部分就是补助的部分，可以再帮我们再稍微支持加强一点，因为这个学校宿舍是自强性，可能会面临到预算还是会偏不足。大学这边期待新宿舍计划2.0提供补助的金额，教育部表示，目前规划整修，每一层为4万2提供到5万2，也若新起的为8万4增加到10万4，利息补贴嘛延长。其实教育部会补助他们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也从过去的20年那提高到可以补助到30年。现在银行的利率都很低，然后而且少子高龄化的这种的趋势下，各个大学可能不容易因为只补助利息而会去新建新的宿舍。技术团体甲学生代表强调讲，目前以学生申请的数量来估算大学的需求有真大问题。教育部应该理清大学需求的数量，才会当锁定优先的目标甲策略。因为实际上很多学校很多学生他不申请学校的宿舍，是因为学校本身有内规，可能大一才可以申请，或是本县市的不得申请，所以宿舍的申请数低。可是并不代表学生需要宿舍的需求还是低的。因为社会主体包租代管的策略会延续到2.0，崔妈妈基金会表示，教育部袂当阁无要以学校专业人力补教。应该编专门的经费，支持大学甲业者合作，开拓适合学生住的厝。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学生带学寮的问题，这几年因为居住正义意识加悬，学校宿舍的品质和学生去外口睡厝的权益也开始受到关注。目前伫台北市内面的这个大学学生宿舍，若准是较旧的学生是认为讲会有安全疑虑；若准是新起的，虽然是新东东，也较舒适，不过价格颠倒就变较贵啊。西新区警厝顶因为水管漏水，环境淡落生出规片的青苔。这是台北大学台北校区的学生宿舍。大学生宿舍品质的问题，这几年因为大的正义意识提悬，受到注意。这位台北大学的学生讲，因的宿舍建筑已经有55年的历史，而且每一间是7平外住6个人，旧宿舍住起来是真无方便。但因为家己是外地人，考量经济压力，伊也是选择住伫咧宿舍。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地震。那最近04、03大地震，其实我们也是蛮有恐惧的啦。那第二个老旧建物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有很多壁癌，然后水管漏水。我们男生住是7.8坪住6个人，女生是7.1坪住6个人，半工半读就已经够累了，然后回去还要在一个这么狭小、这么拥挤的空间。
若是想要住较大间的空间，部分学校的宿舍有提供套房的选择。比如讲，世新大学这间今年才拄完工的校舍，内底亲像饭店的装潢，所有的设备拢新的，房间拢是套房。但是一个人住的套房一学期5个月爱9万块，比起外口租厝更加贵，学生实话伤贵，负担不起。真的9万块太贵，就台北住宿外县市的学生来说，其实负担很大，所以应该还是会到附近找房子租，这样应该不会住学校的。旧宿舍更失败，新宿舍更伤贵。少年人到外县市读册，面对宿舍的问题，学生表示真正足无奈。学生嘛望教育部新宿舍2.0的计划，会当针对无同款的状况来做改善。记者王可选、柯明在台北报道。来看新竹县江南乡的废木材场，顶礼拜5发生火灾，到今已经是第7天了。这由于有这火星吸伫内面，臭味也引起居民的不满。江南乡的这个新丰村有一个废木材场，大概有7000平方公尺。顶礼拜5导火烧了后，这火星就一直吸伫内面。消防局这几天派出85台水灵车，经消163个人次。二消71人厝去拍火，这场火灾当地民众也埋怨讲，这古井水受到污染，无法度啉，也有人是若后痛几落工无法度困。针对火灾所造成的空气污染，环保局也依法甲业者裁罚。来看台南南区盐埕图书馆，最近发现讲有真侪民众呢，会专工摕这大股的管仔去甲饮水机的水滴倒转去，煞害其他的人无茶通好啉。图书馆的人员表示讲，已经有大告示啊，叫人唔通安尼生做。不过民众犹原是讲袂听。热天要到啊，真侪民众会去图书馆看册，顺续吹冷气，内底阁有提供冰水，互人入去就无想要走。不过最近台南市南区盐埕图书馆就出现一寡去遐，唔是要看册，哪像是专工去滴水的人。牛奶瓶大部分的容量手提的大概都有2000 ml 嘛，如果拿个2瓶3瓶，其实它整个里面的储水已经用尽了，那我们的饮水机就要重新经过一个煮沸的制程来装就对了，大概都2、3千 cc 那种。不定有些人就会在这边就是把它水都弄光这样子。对而且真的就是那几个，然后有时候杯子也不知道干不干净，都消毒，很可怕哎。其实唔但盐埕图书馆安尼，永康新图书馆总馆嘛出现一寡专工咧滴水的人，民众甲苦劝，搁差一点仔爆发冲突，甲工作人员反映嘛无啥效果，饮水机顶头嘛只会当大个时宣导。大家来图书馆的时候，来用着啦，就需要再用着。如果你是说那个外面的人说拿回去自己煮的话，拿回去用的话，这样不大适当。我们是如果有看到这样的现象的话，我们管员都会向前去规劝啊，但是希望以后可以有减少这样子的状况发生。明明就是大众公用的物件，煞有部分的人使用的时无顾虑着别人。虽然饮水机无水了，就会赶紧搁行，不过嘛是搁要等1-2点钟才会用尽。真正需要的人煞地无水，图书馆嘛只会当呼吁民众爱发挥公德心。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真侪人囝生少，有的学校是接无学生，不过开始转型做特色学校。来看彰化县有去年呢8月停办的大城乡潭墘国小，当地居民组成反废校联名自救会，认为这县政府违法废校，目前正在进行行政诉讼。监察院也伫咧5月2日针对潭墘废校通过纠正案，认为县政府无照程序行，违反程序证据，无做好社会沟通。大城乡的潭墘国小校门口已经画上特色游学中心的名，因为少子化影响，彰化县政府去年8月停办潭墘国小，当地居民侪界抗议废校的决定。监察院调查了后认为，彰化县政府无照程序行，违反程序正义，无做好社会沟通，通过纠正案。针对彰化县，我感觉讲伊的这个停办的程序非常的这个较粗暴啦吼。无互即个在地即个人民反映着伊充分去表达着因的即个意见，来协商、来协调，最后将最后手段才要废校，就是照即个程序应该来做。监察院报告指出，彰化县政府2020年到2023年4年的时间，就停办大城乡3间国校啊。尤其停办潭墘学校这案的专案报告评估，公听会违反程序正义。当地居民嘛组成反废校联名自救会，
认为会考影响学生的受教权，转校了后，学生爱提早出门，交通风险提悬等等，希望会当用分校的方式保留潭基国校啊，保证由公益律师协助提出行政诉讼。对证据看到，中华管监护第111年12月9号的专案评估会议，他没有邀请地方人士，也没有邀请家长，更没有邀请学生，这个就很不符合他们原本的规范了。咱就是要求讲，爱甲管护会还有这个公告撤销。因为阮遮咪拢无囡仔，想要减费哦，阮还有20-30个啊，连续4年费3校，这是足无符合公平正义的。面对监察院纠正，中华管府统一发新文稿回应，表示遗憾，强调停办学校的停书一切依法办理，有办公听会参地方沟通，大部分的家长拢接受就学补助方案。也那自救会提出的行政诉讼已经进入司法的庭书，律师表示，若司法无法度救济成功，无排除行宪法法庭提出释宪。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一间学校若总有特色，搁较远，要真侪家长愿意家囡仔送来遮读册。来看嘉义杯山的瑞丰国小附设幼稚园，虽然是特殊的偏乡学校，不过为着要互囡仔自细汉就来讲台语，幼稚园就向各教师申请台语浸水式教学计划，搁再结合着在地产业的特色出版教材，要互囡仔学台语也熟悉家己的故乡。食饭的时间，幼儿园的教室帮台语囡仔看影片，囡仔哪食哪听。这是文山乡瑞丰国小幼儿园，是特殊偏远的学校。为着要互囡仔自细汉就讲台语，学校向各教师申请浸水式的台语教学计划。那计划里面呢，有包含一些教具、教材和图书设备的设置增加，可以提供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有更多丰富的教材和设备资源等等可以使用。除了平常时互囡仔有接触台语的机会，幼儿园阁结合在地产业的特色，用地文化配合台语文出版教材，互囡仔伫学台语的过程当中，嘛认捌家己的故乡。阮会讲故事啊，互囡仔听台语的歌，啊嘛会教因互相讲台语。学校的部分甲家庭的部分互相安尼去做互补的部分的话，对小朋友来讲，加深印象是有加分的。幼儿园表示，伫瑞丰遮主要使用语言拢是台语较侪，透过浸水式的教学环境，家长认为安尼真好。不管伫厝内也是伫学校，拢替囡仔创造一个全台语的生活环境，互囡仔会当自然讲母语。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4度到29度，苗栗到云林对24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1度。天后金门马祖对21度到28度，还有未来3港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